嘿，好，上这边好。第落山哦，而且要看对一条溪嘛，有看。看大山用地形。哦，什么溪呢？唔知呢，溪嘛几啊条，溪流一堆啊。嘉义台南关这北江溪，北江溪我看卖啊，迄个李波酒，可能唔是。北江溪咱就算是北江溪好了吼，北江溪是台南嘉义灌溉的所在，南边西边，好啦，准过啦，看无吼。北湾过去到海边，所以毋是啊。我看北江溪是南的，沿海一直到本港溪入海的所在，这个拉场的领域范围，低落山社的人要求公司命令麻豆社甲小人社的人爱严格遵守。有几啊 Glut 塔卡波人社的居民由因的一个长老陪伴来低落山请求允准因来带30个壮士迁徙去别位，去遐去开辟一个新的村社吼。迄个地方距离阿里山的树林吼，约落3里，距离低落山社约落半工的路程吼，比因现在住的所在搁较挖近一个低落山。好，过来。要踮咧迄边重新修建桥梁甲道路的即个代志，将会伫本个月22号开始动工等等。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平湖，坐12个大埔，再去125斤糖、500斤糖水、50条大马。10月25拜四。比落船 ，Grone Molen 号，甲船顶的米甲小马落来。迄只大胖船 Rotvas 号也落，甲再来土团落来。天气雾真多啦吼，大雾啦吼，早起真安静。下晡有微风对西北风吹来，因为我有接到报讲。赤坎农地上的一个树已经拢成熟，会当挂吼，会当挂稻啊吼，也应该赶紧收挂吼，为免真侪农夫因为延前到11个初二才咧收挂，来遭受了损失。所以把加有定伫11个初二的吼，要发白切的即个11岁的日期，变更做本个月。10月27号来举行，并且27号就2天后，并且伫今仔日卡罗宣布通过此事。今仔日有6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80个大埔，再去95164斤糖，17400斤糖水。21989斤鹿仔肉，1138斤鱼，745斤蚵仔，323斤虾仔，186斤油，141斤鹿仔脚，50条芝麻，975担胡椒，35担大香木，10条木香，20斤虎皮，10担地麻，10篮的虾米，174道小肉豆蔻。我顶回伫敢若是伫 IG 有看到一个中药房
头家娘吼，你念即个玉豆蔻，我袂记伊毋是念读豆蔻，伊敢若读豆啊，歹势我袂记啊！我当初本来想讲要甲学起来，要甲各位讲，结果袂记。哦，我若有机会看了，再甲记落来。14呢，古体、四道米花甲一寡其他杂碎，然后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平湖。这20个大埔载起3120斤糖，7200斤糖水，250道大马，33道芝麻，63斤鹿卡，20担的地麻。10月26号拜五，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安静的天气，但是下晡就透吹起凉快北风。顶礼拜日对此地派去本港区，也就是迄个反恐者的小森林啊，吼，小森林哈，叫做Goose Boston 吼，遐。荷兰时代足侪名，咱看有足侪地名，叫做什么林森林吼，拄则咱看到一个叫做什么？试落无安样，拄仔看一个阿里山的森林嘛吼，阿里山 Bush 吼，即嘛即个是反恐者的小森林遐吼。啊个台南最近毋是一个新的公园啊，号个名啊。好，顶礼拜你对此地派去本港区，也就是迄个反恐者的小森林遐吼，要去接运对淡水转来此地迄寡军队的迄寡三班，今仔日要阿马龙平安转来到遮，俄罗上帝吼，兼任军队指挥官的地方官 Frederick Skidel， 队长 Thomas Pedal 啦吼，应该是伊讲嘛，Pedal 应该是 Pedal 的并号 ，Thomas Van Eperen 先生和其他军官和士兵拢已经转来。因当中有真侪人，包括着 Skidel 阁下和 Pedal 阁下拢变甲真衰弱，还阁有真侪人破病。我见到潭水敢若含即个菱角散即汤啊，效果敢若袂歹，含一粒啊。这个阮某买的，当时日本就想买的款，菱角散出的汤啊，全日本。我摕来做，真正摕来做四手啊，食较差不多啊。有5个人伫遐被敌人拍死，有搁较侪人伫咧途中发烧，而转来到此地了后死伫病院里。原因是今年即个时间无平常的炎热吼，就是今年到当10月啊吼，真无平常来真热吼，特别是淡水污染的水甲空气，更加是主要原因。阮迄寡人虽然遭有了即寡困难、疾病甲死亡，因却达成尊贵公司的目标，处罚了迄寡反抗的人，并且因为安尼，互顺服的庶民受到支持甲保护，互北平互北平迄支离破碎的混乱局面得以恢复良好的状况。成就这种公营的万能的上帝，阮永远学罗你，并且祈求你为着你性命的缘故，继续来带领阮，互尊贵的公司甲此地的百姓拢得到平安甲繁荣。这道出征的特殊状况，主要部分拢已经伫咧顶面
本个月18号提起过咯吼。其他详细情形会当对因的日期甲搞起来的报告来看到。有一只胖船对西南的海来到遮，坐30个人，再来下个好物234捆粗纸，3500倒厝徛，300捆稻罐，6包面布甲10锭黄金。还佫有2只小胖船，也同齐对平湖来到遮，坐58个查甫甲8个妇人。再来3罐咸鱼，35篮鸡，2担做画底的鱼皮。暗时还佫有寒冷的北风。10月27号拜六，好天，下晡有冷风对北方吹来，含昨相像。今仔日是要发白切的7月10的日子，就像顶面提起过的安尼。因此，顶悬国下由福尔摩沙议会几位议员的陪同，伫下晡2点亲自来取缔日兰野城市的即个公司停院呢。看到真侪新仔人、长老、生意人甲农夫已经聚集伫遐。首先由新仔人的翻译员何斌宣读发北的条件，内容简述如下。即个北卖大会将会根据所确认的需要立切的10月10的经地面积来发北，免交该说的经地无伫北卖的范围内，就是免立10月10的所在，就无要北出去如果因为经地面积无法度知影到真准确、真准确面积若是有计出来，或者是倒客，公司拢袂追加罚金，嘛袂减收罚金，大家对此拢必须明白而且满意。如果罚金必须伫今年12月底、12月31号以现金纳付也爱提出有够能力的人会可靠的保证人如果白商必须以家己的费用就是伫咧接到农夫要收割的消息了后，对切收割的所在对稻仔收割的所在，将迄1/10的切家己再转去处理，不得延钱也不得甲因的1/10留伫咧田里来催逼农夫紧收割因的切也不得催逼农夫啦，讲紧割因的切。如果白商会使对无将切拍落的10捆，放进一堆的切来做稻仔来做，另选一个。意思就是讲，你稻穗迄顶头迄切还未拍落来稻含即个稻草稻穗稻草安尼一捆一捆10捆，内底1捆10捆以内会使经1捆的即个白商的利润就是利润会对遮趁嘛如果稻米的出口今年和英尼相像油丸被禁止，安尼宣布了后，就开始发北，结果如下咱来看伊即拢叫啥物普德，咱较早引用那捌查过普德就是田啦好来，阿姆斯特丹普德农地总面积29甲半。需要垃圾面积16甲5/416又个5/4甲。白商金高保证人资高罚金75里尔。我照咧顺序读Delft Porter 9甲半9甲又个9又个20/1甲。垃圾面积9又个1/10甲。白商加个保证人资高25里尔。
后壁这几字即就是白金啦吼。Holmes Porter 吼，80倍有个5分2，啊这几分我无爱读啊吼。88加外，我著读一个外就好。60面积55加外吼。白箱查个保证人虚高200啊。Acquisition Porter 81加拄啊好，50加半，后壁就是爱6白金的吼，爱60的面积啦吼，50加半。白箱如果保证人高一高242啊。Sunk Porter 吼192加外，142加外。因定若因高595啊。Louis Porter 172加外，172加外。冰瓜东吉852啊。Putman's Porter 403加外，301加外。入果因地1342啊。这是荷兰人无留落来吼，因为荷兰人统治到呾吼，即寡地名，即寡啥物阿姆斯特丹啦、Delft、Holmes 吼，即寡或者是下底即寡较早台湾旅馆的名，什么啥物宋克啦、路易兹啦、普特曼斯吼，即马拢变做台南的地名吼，伫咧车卡名吼，就无留落来吼，所以嘛毋知这是伫倒位讲倒位。好，过来 Vanderbilt Porter 哦，161加外5，毋是161加大吼，50加大。中高因地302啊。Traldenius 吼，特劳牛斯吼啦 ，Traldenius Porter 227加外，97加外。13个冰瓜952啊。Lemires Porter 69加外，低个 K 酱382啊。Rotterdam Porter 吼1724加外，1730加。金沙珠果甲查果5852啊。Middleburg Porter 584加外，206加外。豆果冰干1022啊。David Porter 176加外，176加外。条瓜冰干912啊。Greg Burgers Porter 254加外，234加外。新果福果1502啊。清水溪以南1235加外，925加外。冰干波伊果1702啊，合计总共是5935啊。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平湖，坐11个人载去343斤糖，1200斤糖水37条大马。10月28号，1657年10月28号礼拜日，也是好天气，透西南风。安歇日敬拜主。10月29拜一，犹原是同款的天气，甲风。暗时啊透东北风，阮伫个检阅昨日发白即个丢啊史密斯的即个记录的时阵，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迄个最后伫个清水区的南边有个称作卡塔尼亚迄个农地。被翻译员何斌以1702的金额标起迄个总面积925加外的农地吼，其他农地平均一价拢以约50的计数标出，因此即个白价实在差太多了吼，甚至还无到迄个平均计数一半，因此决定迄块农地将个以前述所有农地的发白条件重新发白。
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平湖，坐16个查甫，载去250斤糖、900斤糖水、280条大马、100罐三酒、10罐烧酒，也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南部，坐7个查甫，载去4条米、1罐新仔烧酒。10月30号礼拜二。有互人真愉快东北风好天，早起看到有3只荷兰船对北方落来。我中昼的时阵，就来到北平停船的所在停。领港员就坐迄只领港船，该动迄只大胖船 Road Bus 号去因遐，带领因其中的一只叫做2克号来入港，其他2只是快艇 Hercules 和 Erasmus 号。因3只船是伫个本国月20号对Nagasaki做伴出航，同齐航来取缔。因早来 Zacharias Wagner 阁下以及其他伫个Nagasaki 的朋友会来批。批里阁再一次提起，因为迄只2克号去到遐引起大的困难甲骚动，讲伫迄只船2克号顶头啦吼，希腊人日本当局搁再一次控诉讲，除了已经交出来迄只船吼，就是2克号对该胖船摕去的迄寡物件以外，还阁有真侪其他物件被迄寡水手甲伊藏起来。因此呢，经过再度检查了后，又阁发现2包地米23细胞米花，伫遮嘛可能是紫米布吼。3细菌的蛇甲一寡希腊人的外套等等，即款物件被摕去互长官看，因此即个误热丑闻吼，丑闻啦吼，错我读文音啦吼，丑闻啊。敢若修一个音叫手哦，手，恰是歹看哦。我看大理大书店拢收歹即个音吼，敢若最后收一个手，就是讲是死人的死吼，手。另外是秋叶夫，丑叶夫吼，秋叶夫就是基督啦吼，其他拢是歹。我来看有啥物歹。歹味、歹某、歹手就是倒手吼，左手。歹手柄吼，倒手柄。歹火啦，歹火吼，歹火。各位捌听无？阮母啊有定定讲，开歹啊好，微火啦吼，就是你假使开一滴滴啊好，我自细汉听安尼讲，所以即个歹啊好，我自细汉就知影。但是我毋知是写即个手字吼，写即个丑陋即个丑吼，歹火。好。歹火，就是歹的荷物啦吼。歹字歹搞，歹骹就是倒骹吼，歹手歹骹就倒骹倒手。歹款就是姿势歹看吼，歹看相，歹看的人叫歹看，心性歹看相吼。歹开就是歹味啦吼，歹气味吼，歹开。歹路是粗鲁粗俗，比如讲歹路货吼，功夫歹路吼，功夫做了无好啦，粗俗吼。
所以讲厝迄壁膜甲安尼功夫实在就歹咯吼。用钱赔你，敢有歹咯？我捌听人讲诶，上款是粗俗粗鲁吼，用钱来赔你，敢有歹咯？看无啥有。好，歹哩。因此，即个物价丑闻抑阁会流传数年，难以抹消。讲即个因去共抢即个。抢人新仔船的即代志吼，即寡船只载来好物有云、桐、米、烟草、帽仔甲衣服外套，合计总金额是419579毫吨吼。快艇 Blue Mando 号含 Donberg 号将会装存落来好物吼，甲装起，在 Washington 含即个 Otegens 国两位国下，伫本国个27号对遐出航前来处队，愿至悬的上帝带领因顺利来到遮。下晡迄只领港船对来到港外停船处的迄寡船只，装300包米入来港内，强风对北方车来。今仔日下晡，伫税务官叫做达曼斯的厝举行清水溪以南迄块农地州啊史密斯的中心发白大会此事先伫今仔日上午沿过来卡罗通过了后，但是只有3-4个新仔人来参加，因此就将即个中心发白大会延后到今年的11月4号拜四再来举行。此事现在爱阁用告示来打出通告。有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78个查甫甲1个妇人人再来下日的好物，185个各种铁的饭碗，30捆的粗纸，212包西南的薰草，200领草树，5300袋醋叶，40罐咸鱼，24包面布、凊仔、柑仔。一桶粗大的杯仔，3领巨大的鱼网，8道豆仔甲5锭黄金吼，还有1只篷船甲2只蚵仔船毋是蚵仔船啊，科仔船啊。我顶回查过，我阁袂记即个科啥啦，读做科啊啥啦，科仔船的款。高仔船吼，高还是壳仔船啊？我对啊，读壳仔船嘛是使啦吼。高仔船吼，就是船的意思吼。有1只篷船甲2只高仔船对平湖来到遮，坐68个人再来下日的好物，27只罗东用的鱼港，30只山油港，20罐咸鱼，甲4罐咸鱼。这边鱼港、山油港吼，港拢是港的啦吼。我查一个啊，字典。伊敢若有收一个港，讲就是水牛的意思。我来看词典呢 ，KANG 第2条，港讲是大理大词典收讲是雄性就是港的吼，有角的动物，所以我拄则讲牛港、羊港有角嘛吼。鹿港鹿仔港啦毋是迄个鹿港啦好，来继续10月31号拜三，好10月总算读要了吼。非常好的天气，早起吹东风，小便水船
A Malure 号大胖船、Apple Boom 号含迄只尔工船拢趁即个风出去港外，要去遐来落装货，就是对迄、对寡停伫港外船只来装货。即寡船拢伫下晡装满好，转来入港，然后大胖船 Roadwas 号也装货进入港内，并且除了 A Malure 号以外，全部拢落货咯。下晡透西北风，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2个大波，再去4327斤糖、1850斤糖水、20条大马、345担河椒5罐木香啦吼。又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部，坐7个人，再去下日的好姆。20担盐、11若糖、40匹面包、57个烤架、24支刀啊、14个铁蛙、12捆的刀罐、8领日本的衣服外套、3桶糖水甲1篮鱼。这个日记经过含原本校对，相互无误。日南野城1657年11月15号，宣誓过的职员 C. Nobel 吼，所以这本日记记到遮吼结束。1657年个后壁后手个11个12个嘛吼，记伫另外一本咱来看吼。我休息下哈。11个嘛是记到10节，30天记到10节。12号嘛是啊，12号3日一天嘛是讲记到10节。1657年11月初一拜四，伫台湾的日南野城堡。C 伫台湾，伊写是飘腿哈，飘腿 C A B C 哈 C。伫咧台湾甲佛罗摩萨发生的代志的日记抄本，1657年11月1号到1658年2月28号，安尼算一本就对啦哈。1657年11月初一拜四，伫咧台湾的日南野城堡，互人愉快舒适的天气。早起微风对陆地吹来，下晡凉风对西北方吹来，如同昨昏。伫清水溪以南的农地的即个稻啊，是米色将北伫咧顶个月27号和其他的农地同齐发白。卖的即个白金伤少，只干那1700里尔。因此，今仔日重新发白，由西南人四个哥以3850里尔来承白，由虚哥担保。即个结果，互公司的收入比顶一次加出2750里尔。互上述的切的是米色的发白总金额，现在达到18085里尔。今仔日，阮对本岛北边的淡水前来取缔一只高仔船，炸来几张私人批线，来知影讲，被阮的军队指挥官对德产社派去淡水的中尉 Grace Bowens 和迄60个士兵已经转去到淡水咯，就是互即个 Frederick Skiddo 即个指挥官所派去的哈，派个中尉去淡水，但是8天或者是10天后，迄寡人全部拢破病吼，倒伫眠床。也写讲最近正做迄边附属馆的下设商务员 Points 伫咧顶个月10月11号过身咯。又搁讲迄寡船只将会伫咧最近
对鸡人出航前来处队。即只高仔船是距离今仔日3工前对淡水出航。遐现在有一只福州的篷船到位。即只船无早来其他的批，互阮感觉有一点奇怪吼。迄只大篷船 Roadwas 号和阿婆本号以及迄只领港船和2号拢去出港，但是迄只2号呢，却伫咧出港的时阵去台湾港岛的西边遐看伫咧即个看线啦吼，一直到要暗嘛才有个浮起来吼，驶出港外。下晡迄只阿婆本号和领港船拢满载着货物转来港内。快艇布号今仔日对平湖安然到遮吼，港外北边的大石区遐后面遐停船吼，俄罗上帝。阮收到政务员 Verberf 先生对小人寄来一张批，无啥物重要代志，只敢若讲，关系着要修理伊的厝，来甲新仔人订路过来。订定的即个契约，伊已经收到了吼。由下设商务员兼处队工程监督官下晡的先生寄去互伊的吼，伊抑阁会遵照该契约好好啊来处理此事。伊请求送5个通常的汤坑吼，汤仔坑啦吼，汤仔坑去遐吼，当送迄寡收到伊的汤仔坑去。因为迄寡收到伊的汤仔坑伫遐无路用吼，伊即个要求比阮准咯。下晡有两方对西北方车来，佛罗摩萨议会召开会议，会中决定，今年9月6号坐小比对船 Z Rider 号对巴达比亚经由广州来到此地的商务员。Hendrik Baron 先生将会坐船满载着胡椒、船、子弹、藤等等适当的货物，对此地搁再去广州遐。只敢若炸一份书面的通知去向藩王甲虎头门的都督来表示敬意，并且炸着步礼去甲因请安吼。甲因讲去遐就是只敢若因为需要水甲茶吼。会中认为讲无应该互上水迄寡阁下，无应该甲迄寡上水迄寡阁下写批吼。伊一方面是因为因无即个要求，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迄寡多疑又个犹豫不定的藩王，若袂当及时来回复阮，可能会造成因和尊贵公司不利的即个情势。并且决定快艇 Hercules 号将会做本柜派去巴达维亚第一帮船来载糖去遐。即只船已经装满糖，停伫咧此地停好出航，并且决定要派快艇 Z 号前往 Coromandel， 快艇 Haas 号前往Bangala， 快艇 Erasmus 号和布号去苏拉托和波斯，伫咧即个下面的各城里的军官甲助理所带迄寡小房屋的厝顶，差不多拢已经派去，因此决定要重新起造并且为了要安顿新来的家眷，为此呢，皇帝就必须要重建就对啦爱甲迄寡厝塔悬10尺见方。10尺见方是面积，啥物叫做塔悬？好，有一只篷船对淡水航鸡人来到遮，为什么有即个杂音？三年是你的杂音。有一只篷船对淡水甲鸡人来遮，坐20个人，载来下列的货物：12支大的茶棒，10领鹿皮，3担蜡纸，2桶大麦。11月2号拜五。
无啥物故事。今仔日无读是啥物故事啊？吼，在1月2号拜五，迄只 Apple 本号和领港船落雨了后，就出港咯。3队呢 ，Ludwig 号和 Erk 号装满好入港来。迄只 Ludwig 号落雨了后，随开始装糖。即寡船只就是安尼，无浪费时间吼来装雨落雨。感谢上帝，互阮遮尔好的天气甲风，希望安尼的天气。甲风会当搁持续几工莫变吼。上午处队发电开电。11月3号拜六，也是小双的天气甲风，早起透东北风，大篷船10号满载着糖出港。2号无用咧装糖。Blue Cannon 号也出港去咯，要去甲8号对平湖当做地层门所在来喙石啊，要甲落来。要落伫咧中岛时，阮先看到2只，无偌久又看到另外2只，总共4只船对北方落来。这4只船拢顺利适动来去北边的停船的所在停船，其中一只就是对归人来的 Z 航号来遮入港。含该船同齐对归人来伫对船 Wichita 号也停伫北边的停船的所在。这只 Z 航号伫对归人载着商务员兼迄边的主管，这个 Peter Burns 先生数期10月28号来批啦吼。这只 Z 航号甲这张批载来。阮对这张批知影讲，阮迄个军队伫咧9月13号去到遐来起山，伊伫迄边所做诶代志。伫咧武老湾河河边诶几个村社长老捌去过军队遐，分剔因诶一寡错误，并且加以纠正了后，再度优先来接纳因。南坎社诶长老交出2个少年人。Marcout 和甲果里的，这2个人拢犯了杀人罪。Marcout 替翻译员 William Tager 和甲果里替该南坎社的新仔人白相，这2人拢判罪斩首。处罚了这个地区的叛徒了后，该军队就离开遐，出道去德参社。但是去到遐以前，该社的居民就带领了妇女甲囡仔，拢真水来盛装打扮着，手摕着白旗前来欢迎阮迄个军队。阮迄寡人被带到因的村社了后，发现只有一个长老还阁活着，伊的名叫做 Ermoch， 因互阮迄寡人。也感觉相当的满意，并且表示愿意一切顺从尊贵的公司。3年你的声音，你的手机爱紧个，嘿。因互阮迄寡人感觉相当的满意，并且表示愿意一切顺从尊贵的公司。但是这个承诺显然是出自真诚的心意，就像无偌久以后就显示出来安尼。因此，军队搁伫咧10月18号搁再去因的村社，其详细情形，就像以前该军队的指挥官互阮的来批所写的情形安尼。中尉 Jacob Bars 因为伊负责的期限届满。伫伊请求之下，坐着 Z 航号转来遮，派去淡水做副主管的下设商务员 Thomas Points， 就像阮本个月1号对苏林的批来知影，讲已经伫咧顶个月10月11号伫遐过身。中尉 Julius Bowens 已经奉命代理伊的职务，一直到接到有关的命令。今年8月28号有一只福州的篷船。
来到淡水。9月17号又有一只福州的篷船来到鸡笼，这两只船载来货物拢无啥物重要，也无啥物价值。今年10月6号，伫淡水的迄个受犯叫做 Marcellus Johnson 被鬼操纵，对迄个碉堡顶面的窗仔跳落去，家己处死了，自杀啦吼。伊是受犯的吼，犯人啦吼。看开是荷兰人哦，这名看是荷兰人。鸡笼的这个 Nortolian 城堡有90个人驻守，同款淡水的碉堡也有90个人驻守，但是日常又有士兵破病，地搞欠缺兵力守卫。因为一旦有人破病，就有真侪人也破病，而且有人破病，就必须要派别人代替伊去骑扫啦，吼，是骑弓放扫，吼，伊安尼写。中书Sacharias Sword， 因为下设上有1 point 的个性，中尉 Gilles Bowens 对淡水被调去鸡笼，所以被 Frederick Skiddo 阁下和军队的议会承认伊做淡水军队的最高军官，吼。叫做 Sacharias Sword， 迄只领港船载米入港，真紧落来了后，就坐着鲁森温克先生出港去。就是鲁斯温克先生就载即只船啊吼出港去。下晡约4点钟又倒来港来，在瓦吉纳阁下和Woodgens 阁下入来，因是坐快艇 Bremen 号和 Domburf 号对日本来的。今年不再有期会有船只对任何所在前来处对咯。俄罗上帝，互阮的互阮有的即个船只拢平安航行。今仔日是海上有大风的日子，吼，有强风对北方吹来，有5只篷船对西南下来到遮，坐415个查甫甲4个妇人人，再来下底货物138捆纸，2374包薰草，14个铁碗，70担盐。70担盐，19锭黄金，7包面布，500捆的刀管，100支油纸线，11800倒遐，3道茴香啦吼，42支条啊，3担书写用纸，40道小马，人拿粗大的杯啊，20罐咸鱼，7包精美的抹布，20根丝仔芳好的线。10拿粗细的地米，3担制作做画底的面婆，60捆的草草，又搁2包草草，7拿的柑仔，10把的油啊，500匹面布，又搁13包面布，30袋米和4000 Bolen Vergift， 这毋知啥物件吼，无翻译。好，11月3号读了，剩敢若无几分咯，我看卖啊，剩2分外钟尔啦吼。11月4号看有做无？哦，诚侪吼，安尼11月4号，毋是11月4号无介侪来甲读个。早起小比雷船 Hilversum 号和2号载糖真紧出港，要载即寡糖去遐交互布号和 Hercules 号。迄只领港船也出港去遐，微风对东北风吹来。上午快艇 Blumendo 号来入港，下晡比对船 Watcher 号入港。迄只领港船对快艇 Domburf 号增运以后也来入港。大篷船 Apple 号下晡也对港外入来，停伫咧即个城堡的头前。今仔日是大蒙的天气，有舒适的北风。即只讲挂号写讲，大概是袂记写按照你敬拜主吼，特别礼拜你拢会安尼写，叫今仔日袂记。好，
11月5号后回再来读啊，后礼拜再来读啊啦吼。11月12月读煞吼，到1657年就结束啊吼。好，安尼感谢各位吼，一礼拜个要结束啊吼，真紧啊，日子过真紧啊。礼拜日咱再过来读出死线吼。芭比，你即礼拜你会读无？礼拜会使啊。会吼，袂无用啦吼。我看敢有啥物笔记？哦，无啥物笔记嘛吼。哟，结果我袂记迄甲迄个 YouTube 搭起来吼。我创啥？我无法度。哦，你哪会知影即个演技是啥？啊，我就有看啊。哦，你有看吼？OK，好。也查着你啊。好，对。塔马豆欢迎吼，塔马豆菜，啊个即个鲜妇吼，老朋友啊欢迎。马文嘿，另外拄则敢若有另外一位好离开啊吼，安尼感谢各位报来关房吼。好，多谢大家。Esther Chen, 5'3". I am a native Mandarin speaker and Taiwanese. And my special skill is I can pick up anything with my toes, especially money. Ta-da! 真的，很多人都在浪费钱，看着大家吃了一大堆益生菌，却都没有什么效果。别再问我黄金还能不能买了，那首先你要搞清楚，现在到底是谁在买。主流的声音会告诉你，这是各国央行在去美元化，是在为法定货币。你不觉得韩文联印真的很麻烦吗？很多人不知道，舌头有没有偷懒会影响我们的美貌哦，而且不止美貌，跟打呼、睡眠品质、牙齿健康、体态，甚至脑部功能的连结都有关联。3个步骤把耍废的舌头练回来。先观察你的舌头平常是不是这样垂垂的放在口腔底呢？第一步，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我们要让整片舌头温和的贴在上颚。记得不是只有舌尖，而是整片舌头都要贴上去哦。第二步，维持舌头贴着，让舌头做出想要往后拉，但是拉不动的感觉，就会出现一些微微的吸附感。第3步骤是进阶版，如果1、2都做得很好，可以挑战看看，让舌头下方的肉肉也一起往后收，增加一点挑战。主动。Hoş vur dizelerim, dizelerim
你知道吗? In 1986, this zoo behind me was the finish line for one of the greatest media spectacles in Taiwanese history. Over 300,000 people lined the streets of Taipei to see a parade like no other. It was called the Great Relocation. 주모, 가세가 연대를.静婷的姐姐都是席巧巧，薄熙来的儿子叫做薄瓜瓜，毛泽东的曾孙叫做毛东东，就是一个姓氏，后面2个是叠字他们一般叫做1A 2B。这些为什么中国大陆非常有政治地位的人会把他们的2代名字取得特别难听或者很特别，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所以这个原因跟难听是不是有关系？难听特别，或者是听起来很可爱。我是觉得为了避免让他们长大之后夺权之类，把一个取得很搞笑，一个取得很搞笑。那他可能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权力递交给习近平，很搞笑，可能没办法那么轻易成为政治。大家就不想投给他，所以觉得是避免他。